歡迎嚟到劉桂明學校嘅育兒妙計視頻。我哋好高興喺呢度同你哋分享一啲育兒嘅技巧同埋主意。做父母好難，但希望你哋知道你哋並不孤單。我哋會喺呢度給予你哋少少嘅幫助。家庭正在發生變化，而家越嚟越多嘅家庭成員開始參與照顧小朋友，唔單止係父母單獨承擔所有嘅照顧責任，好多家庭而家都依賴其他家庭成員嘅協助，例如祖父母、叔叔同埋阿姨一齊參與孩子嘅養育同埋照顧。今日我哋要討論其他家庭成員作為照顧者嘅角色，以及佢哋點樣係可以協助支持孩子嘅成長。首先，祖父母同埋其他年長嘅家庭成員參與孩子嘅生活，能夠帶嚟好多嘅好處。佢哋提供愛同埋情感上面嘅支持，令小朋友感到安全同埋被關愛。呢一啲嘅關係亦都幫助小朋友係同家庭嘅歷史、價值觀同埋文化建立深厚嘅連結。有更多關心佢哋嘅大人喺身邊，小朋友通常會感到更加嘅有安全感同埋自信。另外，佢哋亦都能夠喺唔同嘅人生經歷同埋觀點裏面嚟到學習，咁樣有助於孩子嘅成長，並以新嘅角度嚟到認識呢個世界。祖父母同埋其他嘅家庭成員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嚟照顧小朋友。有啲嘅人可能會係主要照顧者，全職或者部分時間照顧小朋友，例如當祖父母喺家庭同住嘅時候。但係亦都有一啲係支援式嘅照顧者，喺需要嘅時候先至給予幫助，例如臨時保姆啦，接送小朋友返學放學，或者幫忙睇幾個鐘頭。呢兩種嘅形式嘅協助，對家庭嚟講都能夠帶嚟好大嘅幫助。祖父母同埋其他親戚經常都會協助處理孩子生活中一啲日常嘅重要事務。佢哋可能會幫手煮飯啦，幫忙睇下啲功課，準備小朋友返學，或者提醒佢哋遵守每日嘅生活作息，例如刷牙同埋準時瞓覺。呢一啲嘅協助能夠帶嚟好大嘅影響，因為小朋友獲得更多嘅支持同埋關注，同時亦都能夠讓家庭運作得更加順利，讓父母感到安心，知道小朋友正由值得信賴嘅家庭成員細心照顧。祖父母同親戚喺支持孩子嘅身心健康方面，亦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佢哋可能會留意到小朋友嘅身體同埋情緒狀況，必要時亦都會同小朋友去睇醫生。佢哋關心同埋照顧，有助於確保孩子保持健康同埋獲得支持。祖父母同埋親戚亦都可以喺管教方面提供協助，同父母一齊合作，為孩子建立一啲明確嘅規則同埋界限。當所有大人都有共識嘅時候，小朋友會更加容易理解自己應該遵守嘅行為標準。呢一種團隊合作嘅方式，讓孩子感受到身邊嘅大人都一齊去引導同埋支持佢哋，進而提升佢哋嘅安全感同埋穩定感。同時，小朋友都知道所有人都參與並且態度一致嘅情況下，更容易去遵守規則。祖父母同親戚喺支持小朋友學習方面，亦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佢哋會鼓勵一啲有趣同埋具有學習性嘅活動，例如可以一齊去睇故仔書啦，玩一啲能夠學新知識嘅遊戲啦，或者進行一啲嘅畫畫、手工作、Lego 等等嘅創意活動。呢一啲嘅活動唔單止係有助於孩子發展新技能，亦都可以讓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同家人共度呢啲嘅時光，唔單止能夠讓孩子感受到連結同埋學習嘅樂趣，亦都能夠一齊創造一啲珍貴嘅回憶。祖父母同其他親戚亦都能夠透過陪伴，喺小朋友需要傾訴、尋求安慰或者想要表達情緒嘅時候，提供重要嘅情感支持。呢一啲嘅支持，讓孩子感受到被愛、被理解同埋被接納。當小朋友知道身邊有另一位關心佢哋嘅大人可以依靠嘅時候，佢哋會變得更加有自信，亦都比較唔容易感到焦慮，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擁有一個穩固嘅支持系統。呢一種情感上面嘅連結，有助於孩子喺一個充滿愛同埋支持嘅環境中繼續成長。祖父母同其他親戚透過照顧小朋友嚟到幫助父母，讓父母有時間去工作、休息或者處理其他需要完成嘅事情。呢一啲嘅支持係非常重要，
因為佢哋係可以等父母能夠應對各種嘅責任，同時安心知道小朋友正在被妥善嘅照顧，亦都有助於減輕父母嘅壓力，等佢哋更有能力去平衡繁忙嘅生活。祖父母同埋其他親戚透過協助照顧孩子，亦都能夠幫助父母可以慳錢。例如，當祖父母喺放學之後，或者係朝頭早睇小朋友，父母就唔需要支付額外嘅保姆費或者係托育費用。呢一啲嘅幫助能夠大大咁減輕父母嘅經濟壓力，讓佢哋更有餘力去照顧整個家庭。祖父母同埋其他親戚透過短暫嘅照顧，能夠幫助父母爭取一啲休息同埋處理其他事情嘅時間。呢一啲短暫嘅休息對父母嚟講嚟到係意義重大，尤其係感到疲累或者壓力大嘅時候，當有值得信賴嘅家人伸出援手，父母就能夠放鬆、恢復精力，並以更加充沛嘅狀態嚟到重新投入對小朋友嘅照顧。咁樣都能夠讓小朋友感受到佢哋身邊有一個充滿愛同埋支持嘅家庭。祖父母同埋親戚之間彼此嘅期望進行清晰同埋誠實嘅對話非常重要。當每一個人都能夠達成共識嘅時候，亦都係有助於避免混淆，並確保孩子知道規矩。親戚遵守父母制定嘅規則亦都好重要，因為咁樣小朋友喺屋企同家人相處嘅時候，先能夠遵守同樣嘅準則。咁樣係可以幫助到小朋友感到安全同埋有保障，因為佢哋知道無論同邊個一齊，對佢哋嘅期望亦都唔會變。祖父母同埋其他嘅親戚可能會面臨一啲嘅挑戰，因為佢哋嚟自唔同嘅年代，亦都係可能導致同教育方式同埋科技使用上有啲嘅差異。舉個例啊，如果佢哋可能係對管教嘅方式或者允許小朋友用熒光幕嘅時間有唔同嘅睇法，呢一啲嘅差異有時亦都可能會引發一啲嘅誤會。然而，其實只要大家能夠開心見誠咁去溝通，並且彼此尊重對方嘅意見，就能夠幫助家庭成員更加順利咁樣去合作同埋共處。總括嚟講，成功嘅照顧工作需要親戚同埋父母之間嘅合作，制定一個支持性且平衡嘅計劃，同時尋求支持亦都非常重要。通過利用社區嘅資源或者參加啲家庭講座、家長育兒小組，大家可以分享建議同埋指導，共同努力，讓照顧工作變得更加嘅輕鬆。本周嘅視頻就到此結束。我哋希望呢一啲嘅資訊對你哋有幫助，期待下一次再見。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觀看更多精彩嘅視頻。